观众朋友晚安，欢迎收看10月29日暗新闻，我是朱永晓。咱先来关心轻度风台内阁，目前行向李宋岛，礼拜了后去向北，规个卡路是较向西去啊。发布海上警报的几率也变低。不过低温因为风台外围环流，佮有东北风加做伙，礼拜开始北部港东北部会连续落雨3日，这方面的东部会上大水雨。渔船赶伫风台接近进前，要入来福光渔港，行驶中全身一直游。拜六假期，东海岸又未少游客来。这阵来自屏东万丹乡的游客讲，有明显感受到风景慢慢的变大。算起来还蛮大的哦，哈，哎。不会行程受到影响了。哎。不会了哈，行程不会受到影响。不会，我们今天第3天了。都跟屏东的风浪哪一边比较大？台东比较大了，真的哈。对对。根据气象观测资料，轻度风台内阁位置来到高南皮南方大约830公里的所在，继续往西北西行。下伫30经过吕宋岛了后，进入南海，就开始北转。行的路线伫离岛下道过往西，所以发布海上风台警报的几率也较细。也过外围分黑，有可能会为北部东北部带来明显落雨。31号这一段时间，因为北风跟南来的潮湿空气有明显相遇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一段时间确实可能有共伴效应出现。因此，我们预期这一天宜兰跟花莲可能会有局部性的豪雨发生。那整个环流的影响，山区是持续的降下大雨，那造成今天在81.2的位置又有一个陆基扩载。这个月16日因为受到23风台环流强降雨影响，台七线真侪路段路基流失长330公尺。即马受内阁风台外围环流瓦增加，东北风上重影响在海路段81公里，佫发生路基流失，大约50公尺，原定3一抢通变道。不过受刷落来天气影响，公路总局表示，恐惊要重新启程抢修计划，进度可能会延后。记者综合报道。轻度风台内阁路线改变，水网地缘可能未发布海上警报。不过目前风台扫过菲律宾，已经害当地落超级大水雨，引发严重的水崩山。菲律宾的国家灾难中心本地宣布讲，风台造成72个人死亡，即嘛是受改做45个人，不过佫有真侪人下落不明。内阁风台离到早前，以上大风速每小时95公里，瞬间上大阵风130公里，伫菲律宾东部岛屿卡塔瑞纳斯省来登陆。大水雨已经超过部分地区落雨记录，河水拢涨起来，大路变河流，学校宣布停课，巴士也停开。对着佫一摆风台来，当地民众毋但烦恼讲，这个厝和风台吹了了，有一寡人为着生活，也是必须爱去做事。Ito medyo tumba na. Nahadok ako kay kumusog ang bagyo niyan, humbal na talaga yan to. Aso lang, kay puhang kay magugutom ano, dili mo bahugan niyan, hindi kumato. 今年第22号风台内阁尽管礼拜登陆进前，已经造成菲国南部明达纳尔岛上最省大水雨成灾，引发严重土石流。内阁礼拜伫明达纳尔岛上最省做大水，真侪厝一楼拢淹了了，车全部泡水，民众伫街路上泡水，伫等待救援。人员本就规划真济避难中心的体育馆内底，大水拢淹入去。救援人员坐抢人船，逐家逐户甲吊伫厝内底民众解救出来。此外，受灾上较严重的马吉丹澳省大水雨伫当地引发大规模土石流，甲山卡的庄仔头拢淹台落去，伫当地造成40人死亡。又拄到天主教的万圣节假期，真侪民众原本想要渡海来祭拜过新的亲人，不过因为做风台，菲国海岸队已经向民众发布禁止出海的警告。菲律宾每年平均20个风台来，内阁风台离岛行向吕宋岛，也侵袭首都马尼拉，有了也带来大水雨，并且往往南海方向。美国总统小马可士已经下令动员紧急的救援团队，向灾区来发送粮食甲补给品，也对不幸罹难的民众表示哀悼。公视新闻郑婉琴编译。来关心疫情，今仔日是加32486个本土病例，境外是34例，76例染病死亡。本土病例甲顶礼拜六比也减少3000多例，确诊数有下降的趋势。今天新增一例特殊重症个案，是13岁男童，没有慢性病史，曾接种3剂的新冠疫苗，那收治加护病房，并紧急开颅手术，已转出加护病房至一般病房继续治疗。来看这个新北的本土是5000多例上侪，台北、台中、阁有高雄、中北县市病例是超过1000例。今仔日76例死亡个案当中
上少年的是一位20多岁女性，做过3档疫苗，伊有心脏病。伫确诊了后，伫厝隔离的时阵昏去死亡。根据统计，本土病例已经超过757万例。最近枋市交易处的市场好亲像无加压。根据统计，这个9月份的枋市交易量是无3万吨，这是今年2月以来上低纪录，而且连续6个月成交量拢无到3万吨。专家是认为讲，这是因为全球咧升利息，所以负担得起的人当然也变少啊。甲都市更新全国总会的头九同齐翕相，内政部处长花敬群29出席都经国防论坛，针对都经的趋势甲安怎伫推动上更较顺畅，甲业者交流。也毋过根据统计，9月枋市交易量只有2.38万吨，创2月以来单月新低纪录，而且连续6个月破超过3万吨，出现年减15%的衰退。房市稳才是政府最大的期待。当然，如果往下的调整，它其实还在合理的范围内，我觉得就让它调整吧。其实对国家是好的。内政部有估今年全国的交易件数大约是3.2万件，因为到9月全台网络降价买卖物件增加到1.25万件，那多甲屏东降价拢超过1000件，台中更加是全台第一。对出现反转，学者认为过去推案真济，经济无好之下销售落波，降价卖出真合理。因为过去推案也推了很多，销售率很低的话，余物就增加了，卖的又不好情况下，成交量就下滑，慢慢会受到经周转的成本的影响，成交量萎缩，这是一个必然现象了，需要更审慎的看待。那最主要原因，一方面是价格高，那2方面是景气不好，那3方面来说的话，在所谓升息的压力之下，它也会让很多的购物人会暂缓他的一个购物的规划。专家分析，目前伫全球起利息效应等影响因素之下，确实会互想要买厝的人暂缓买厝的动作。另外，像两岸局势走向、甲疫情扩散、参控制等因素，拢影响投资客进场的信心，也影响枋市的进展。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冬季大游行，去年因为疫情改做线顶，今仔日是恢复实体，而且嘛是拄好满20档。即马国境也开放啊，所以因为安尼，虽望今仔日台北落大雨，东区游园是人吵。主办单位讲，上无有12万人上街路，为咱多元的国家展现支持甲阳光。甲好朋友约束到镇穿新娘衫参加第20届冬季大游行，虽然是一直落雨，不过伊员感觉是真欢喜。毕竟就1年就1次而已，而且毕竟全球就走台湾在这时候办啊，而且这次国际又刚开，所以可以吧？还是就是走走啊。I come from France and it's the first time I do it, and so I'm so excited. 雨还未熄，大家热情也无到2点，台北市政府前的空场人已经真多，大家拢真期待游行正式来开始。住伫美国旧金山的 Terry 甲好朋友带着狗仔返来台湾，这是因隔3年了后，佮再来参加。I think we're making amazing progress, and I think I'm so looking forward to what the future holds. Actually, this is my 4th. I used to live in Taiwan. Okay. But we've been gone because of the pandemic, and we just had a chance to come back because the quarantine just ended. 台湾彩虹公民行动协会表示，冬季游行举办20年，今年第20届，主题是无限性解雇约束，代表无限制的可能甲无受约束。参与游行的民众讲，虽然今年游行的路线敢若对北市府分做南北2路，伫信义大安区来进行，不过要团大家支持的这个价值是拢无减少的。觉得大家一直不断的想要争取这个权利，最想要的那个幸福，彼此之间那个财产保护的问题，我觉得这些都是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台湾是全亚洲头一个合法同婚的国家，不过对着行上街路民众来讲，唔拿同婚的议题，包含劳动节的登记照护、LGBTQ 的平权，依然需要努力。你大家自发行上街路，企业甲 NGO 也参加，就希望让社会更加重视这议题。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来看，伫中美洲咱台湾的友邦海地，唔那时局无稳定，即马又搁爆发严重的涝透症。至少有40个人死亡，阁有1000多人疑似未着。而且海地前总统去年被暗杀，武装的恶斗犯爸爸无法无天。日本已经把当地大使馆关起来，美国甲加拿大也运送战车，要来协助维持治安。
海地首都太祖港的病院外口继续有感染可雷拉民众前来就医。22岁史丹利到院的时阵已经昏迷昏迷，医护人员对伊进行心肺复苏，也毋过要我1点钟的抢救，犹原救袂转来。Si connaît, moi-même, pas dire c'est Pierre, pas dire c'est Jacques. Si c'est corona, te game d'abdi c'est corona,你te game. 太祖港的病院今仔10月就收治1800名病人，因为病床严重不足，真侪病人只会当倒伫涂骹住大堂，而且海底的燃料也无够，不少病院无法度营运，只会当关门。虽然无国界医师组织已经伫当地协助，也毋过医疗体系也是真正难。Tout acteur et toute personne aujourd'hui présente en Haïti sait que la question du carburant est le défi majeur. Alors il y a d'autres défis au niveau de l'approvisionnement des hôpitaux qui sont en manque d'oxygène, manque de toute une série aussi d'intrants, de compresses, etc. Donc, 海地10多年前头一摆爆发可雷拉疫情，造成至少1万人死亡。到伫世卫组织拍算伫今年宣布可雷拉伫海地绝迹的时阵，10月7日，海地官方宣布，佫发现可雷拉病例。海地第一摆可雷拉已经造成至少40人死亡，超过1700件疑似病例，其中无满14岁囡仔占一半以上。也毋过实际着病人数可能佫较侪，因为海地目前乌邦环境治安真歹，所以真侪民众毋敢出门，延误看病时间。Moi, il vient pas vomir encore. Et puis tout, pendant journée là, il diarrhée 2 fois seulement, mais hier, il diarrhée en pile. 海地去年因为前总统摩伊士洪暗杀身亡，国内政局不安，乌邦更加反形，加上欠燃料甲可雷拉相重危机，国内局势继续恶化。日本已经宣布关掉海地的大使馆，美国甲加拿大已经运送战车前往海地协助维持当地治安。公司新闻警员强编译。代替海线白沙屯到新埔这路段，透早则因为布条啊甲电车电条咧动点外钟，下晡伫台南成化站附近，佫有电车线互掠断去，致使台南龙田到新市这段无法度走。龙田、巴拿拿佫有成化甲南科含新市这几个车头拢受到影响。代替已经派客运来接送旅客。因为电线断去，因我厝的自强号停伫成化到新市这段，代替派客运来接送600多名旅客。代替表示，成化站的北平、东西线拢有电车线断去，因为东正线影响范围较细，上紧伫今暗的7点半会使修理好势。西正线是要拼明日头一班车会使发，事故原因也搁咧调查。民众只要买到满分超过45分钟的车帮，拢会使退票或者是换票。后个月就要投票啊！这个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伫休困日的坐港行程嘛是满。今日下晡伊就到苗栗的通宵，为共党的苗栗县长候选人施定晶来辅选。蔡英文是强调讲，这届是苗栗72年来唯一上有可能改变苗栗的一届。总统蔡英文由党内苗栗县长候选人施定晶的手大化当选，蔡英文到下晡来到苗栗通宵替施定晶来辅选。伊向大咖的支持者强调，一败选举是苗栗县72年来头一摆有机会国民党、民进党换位，希望大家把握难得的机会。苗栗已经72年无政党轮替啊，咱苗栗人来想要改变。不是一个简单的代志，我们一定要改变苗栗来的话，换人来执政，改变苗栗的文化、政治文化，让每一个人都不会受到压迫，也不会感到害怕。包含内政部长徐国勇、经济部长王美花也到店来为施定晶徛台。蔡英文强调，这是中央政府对苗栗地方建设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中央地方一条心。蔡英文讲到中央伫苗栗的这项建设和政策，强调欠缺的是一个有能力代表的领导者。施定晶是发说，这摆苗栗县长选举不是政党的对决，而是乌甲白对决。这场选举不是单纯的蓝绿对决，是黑白的对决，是是非对错的对决，是我们苗栗乡亲要选择继续向前走，还是要往后退的选择。蔡
蔡文也讲到，苗栗义勇农家建设注重伫个山线，希望这摆选举政党轮替了后，也使强化海线观光，并行山海发展。另外，蔡英文摆来虎山行程也拢摆满满。下晡离开苗栗了后，赶往北部，暗时搁再为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要桃园市长候选人陈文平来徛台。投票日剩无到1个月时间，每一场的虎山行程拢是非常重要。记者综合报道。咱镜头来到南洋这边，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也咧拼辅选。伊透早先和新北市长侯友宜做伙替宜兰县长林姿妙来徛台。侯友宜讲林姿妙是历来做上好的宜兰县长。过来朱立伦下晡伊是去基隆，伊讲基隆是台湾头。国民党的基隆市长候选人贾国良是强调讲，会改善基隆的就业甲医疗的品质。国民党宜兰县长候选人林姿妙离到举行开拔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国民党上强的规模，新北市长候选人侯友宜加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为林姿妙来徛台。侯友宜学了林姿妙是历任常会县长，连新北市也做袂到免费营养午餐。对着伊涉嫌贪污被起诉，朱立伦批评民进党用司法来修理上会县长。你收亏的证件已经达到91%完成，其他的都在进行中。各位到，这位单亲妈妈在人生上困难的时阵、上辛苦的时阵，伊是坚强徛起来。选前最后阶段，朱立伦赶往贵人来吹票，小听贵人市长候选人谢国良大喊贵人是台湾头，隔壁的新北在改变，贵人嘛需要改变。台北、新北、贵人桃园有1000万的人口，就是国家发展上主要原动力。谢国良讲，除了改善贵人就业，嘛要摆脱贵人医疗最后一名评比。我要替基隆改善我们的就业，让孩子们、让年轻朋友可以不要每天通勤，在基隆就有工作。我要改善基隆的医疗。另外，台中市长罗秀燕进行第2场大型活动，有4架无人机伫个天顶射来射去，影响台中机场的航道。朱立伦坐班机伫空中射1点钟才降落，也取消停台。本局遂出动刑事警察大队无人遥控机干扰设备，将3架次的无人遥控机引导至地面，无事故发生。警方表示，伊先后干了3架无人机，也有1架飞行员无度干了，到即阵无人承认出动无人机。而罗秀燕竞选总部是证实2场的自射弄不明的无人机来干扰活动，当场已经向警方请求协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年的台北生态博览会是伫大安森林公园举办，有超过70个生态单位来参加展览，民众会当透过目睭、耳仔甲手。佮用身体五官去感受这个培育生命成长的大自然。真少听解说，搁在对照相关的图片，小朋友真认真咧认捌咱的生活环境。没有认识什么东西？杜鹃花。然后我们教大家怎么样照顾杜鹃花，杜鹃花每年开花像这样，满满的。这是伫大安松纳公园所举办的2022生态博览会，今年的主题是自然听看听，让大人囡仔用看的、用听的，甚至是用摸的去了解大自然的动植物。因为我们住附近就是会常常会来大安森林公园嘛，就想带小朋友来，就是多了解这边的生态啊。今年的生态博览会有超过70个生态单位来参加，主办单位大安松纳公园自有基金会讲，举办生态活动，让民众来公园行踏、熟悉环境，是因上大的目标。市长郭文泰嘛感谢民间团体做伙维护公园。大安森林公园已经从以人为中心的一个公园变成一个人与万物共存的共荣社会。但是当中呢有很多的改进，所以我们是说要感谢所有人对他的付出。博览会除了生态单位的展出，还有环保工艺的工作坊，有麻绳啊编织，嘛有用回收管啊做的乐器，让民众用五官去感受咱的生活环境。记者麦尚英、曾派文台北报道。台湾有30万人得失智症，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即马就拍一出纪录片，翕失智症甲照顾者互动的情形。最近伫新竹一间百货公司放送。会让民众了解照顾者的压力，来去关心身躯边的亲戚朋友。我要谢谢我妈，让我去验证说，哇，你讲的那些事情，让我感觉到我自己做的事情是好像对的这样。
今年60岁男主角离时上班，回到厝内，该担照顾失地时代的责任，虽然真辛苦，不过伊拢无咧花忝，甘愿用心陪伴。在生活上对老人家要有耐心因为老人家他表达的可能他不能说得很清楚，所以呢，刚开始就要陪伴然后在旁边呢陪侍在侧，安抚他的情绪，完成以后呢，慢慢的进阶。比如说我们想要达到他进步洗澡啦，或者是在安全上呢，他可以配合你的时候，哪些动作细节，那时候在提醒老人家。天主教失地老人基金会翕一支纪录片，呈现未来大家拢可能要面对的状况，让大家了解安怎去使用长照资源。可以透过一些生活形态的改变，让我们的失智症能可以更延缓，然后照顾压力可以减轻。友善、关怀，愿意付出爱心，让大家一起共同来为一个失智者打造一个友善的环境。根据国家发展委员会推算，台湾在2026年老人人口比例会超过20%。失地老人基金会这届参新德市政府合作，在百货公司放映纪录片，让民众了解照顾者的压力，关心身躯边的亲友，未来阁会找机会在全台湾宣导。记者杜君和新德报道。咱来看明仔载嘅气象资料。对家人到新竹是22度到26度。对苗栗到云林是20度到30度。对嘉义到屏东是21度到31度。对宜兰到台东是21度到28度。平湖金门马祖是19度到28度。接下来有未来3天的气象。攀船是奥运、亚运正式的比赛项目，不过这个运动在台湾无介流行。这几年在台东有一个西班牙的教练认为台湾的环境真适合发展这项运动，就成立学校要来推展攀船的运动。稍等下7点半，青春咱的梦，咱做回来看这个外国教练在台湾实现伊的攀船梦。感谢你的收看，我是朱英晓，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